Hello，又係我心靈女王啦。咁上一次咧就講到啦，就係點樣去潛獵啦，咩係潛獵啦，咩係覺知啦嚇。因為呢啲係修行嘅基本功啦。咁就有4部曲啦，去幫助我哋係一啲秘訣嚟嘅，就係無情啦、機警啦、耐性啦同埋體貼嘅。咁上一集就講咗無情噶啦，即係無情就係對待自己啦嚇，就唔好感情用事啦。咁你先可以真正咧狠狠的咧就揾出個問題症結所在嘅。咁當你真係做到咁無情嘅時候點啊？即係個人好冷靜噶嘛，係咪啊？好平靜噶嘛，好清晰噶咯喎，係咪啊？你無情啦，都冇感情用事，又冇執念，又冇執着啦。咁能夠做到呢個狀態嘅時候，好自然就有第二種嘅狀態就會出現噶啦。嗰個就係機警。機警就真係好聰明嘅，就好似我已經好無情咁揀咗個最好嘅獵物啦。我冇感情用事，冇判斷佢係點可憐啊，或者係咩，我會好辛苦啊喺度打獵嘅話，冇諗咁多嘢㗎，我就要目標達到嘅啫。好無情之下，咁我就可以好機警咁樣揾到個最佳嘅位置，因為我絕對唔會有一個感情用事嘅判斷啊嘛，咁我就會自然就會產生呢個機警喺度，會觀察力特別強，睇得好清晰。而當我有咗呢一個咁機警嘅狀態，睇到最佳嘅時機啊，最佳嘅位置呢，咁我都咁聰明嘅狀態啦，好自然會點啊？會充滿耐性嘅。所以我哋要去打獵，要去狩獵，或者去追尋我哋嘅理想對象，或者我哋嘅夢想嚇。咁其實必須有咩啊？係耐性嘅。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，最有耐性嘅人，相信就係巴菲特啦，係咪啊？因為佢買股票咧，買過幾隻咧，充滿耐性啊！事實證明佢係大贏家，因為佢個耐性係好過任何人啦。咁所以耐性係好重要㗎。咁但係當你有機警，就自然會有呢樣嘢㗎啦。咁當我哋要去打獵嘅時候，就等於我哋要潛獵我哋自己嘅瑕疵缺點，譬如可能個人好惡嘅，或者個人係成日都發脾氣啊，或者佢好懶惰啊。咁其實我哋都要有耐性咧，去幫助自己去捕捉每一次呢一種嘅劣根性啊、壞習慣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哋一次又一次咁樣去幫佢去處理佢。你唔可能諗住一次我潛獵到咧，咁我就改變咗呢個問題啦，未必㗎，因人而異。每個人嘅慣性嘅業力都唔同啦，係咪啊？時間唔同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耐性。如果真係為咗要捕捉，我要去 cut 斷呢一個劣根性呢一個壞習慣嘅話，我哋個耐性係最需要嘅，一次又一次咁樣幫自己去改變嘅嚇。咁所以咧，有咗耐性咧，就好似打獵一樣啦，我哋就可以慢慢喺度捕住佢啦，等待一個最佳時機。當我哋等待到個最佳時機嘅時候，哇！呢一次啊，呢一個情景啊，呢個環境啊，而我竟然想喺度發脾氣。如果喺呢個環境發脾氣嘅話，而我又真係可以阻止到嘅話，哇！咁我就真係從此好容易就會斷咗呢個劣根性啦。所以呢一個耐性好緊要啊，會揾到一個最佳時機去狠狠地落手，就好似打獵一樣。咁佢就會一箭呢，就會命中嗰隻梅花鹿或者嗰個獵物。咁令到嗰個獵物咧就唔痛苦啦，因為一箭已經係 KO 咗佢啦，殺咗佢啦，係咪啊？咁等於我哋嘅劣根性，如果我哋狠狠的揾到最佳位置、最佳時機嘅話，一件事件去借助一啲環境情況啦，狠狠的咁樣哇插自己啦，咁以後自己就唔會再犯嗰個毛病，唔會再犯嗰個錯啦嘛，因為醒晒啦嘛，我唔想再咁笨啊，好痛啊呢一箭係咪啊？咁呢個潛獵啦，呢一個無情啊、機警、耐性、體貼咧，其實對自己嘅，當你能夠咁樣咁有耐性揾到最佳時機，一箭咁中咗自己或者中咗獵物嘅時候，其實呢一個痛苦就降到最低啦。所以呢個最後就係叫做體貼啦。咁而且咧呢一個4部曲咧，我哋唔好以為佢咁簡單，只係貨俾我自己去用啊。我嚟捕捉自己啊，我嚟去幫助自己改善自身嘅問題，唔係嘅。其實講到明，佢好似打獵咁樣。所以其實你有任何嘅目標啦，有任何嘅行動啊、計劃，你想去達成嘅話咧，你其實唔係淨係愛嚟潛獵自己嘅，你當你有夢想要成真啊，有一個計劃啦，有一個目標啦，有一件事想要達成啦，例如係可能係我想要買樓，或者我想要買車，或者係我想要減肥，或者我想要結識呢個朋友。其實呢啲每一個嘅一個夢想啦，都可以化成行動啦，化成計劃嘅。其實你都可以用翻頭先嗰4部曲，因為呢4部曲咧，無情啦、機警、耐性、體貼啦，就會幫助到你咧，可以觀察到同埋了解到件事情咧，裡面好多好多嘅盲點啊，好多好多嘅漏洞啊，可能性啊、機會率啊，咁你可以留意到好多嘢，發現好多嘢，咁都可以好幫助到你咧，係可以令到嗰件事咧，如果你真係完美無缺咁樣去動用呢4部曲嘅話咧，你嗰啲目標理想都好難唔達成㗎啦嚇。咁所以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講咗比較長少少啦，就係關於呢4部曲啦。咁就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咧，其實你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啦，咁我有時間就回覆大家㗎啦。亦都可以喺試過之後啦，可以分享下你哋嘅心得。覺得有冇效啊？或者有啲事件，如果真係用咗之後個效果係點啊，都可以同我哋分享。